前总统李登辉过身到今已经满5年啊，即马国立台湾图书馆甲李登辉基金会自测会是做伙来举办一个数位李登辉的特展，希望透过科技，让民众会当看到台湾民主化的过程。总统，可以麻烦你帮我按接听键吗？ 透过 AI 科技，前总统蔡英文和已经过身的前总统李登辉通电话，袂输咧和本人对话。台湾人民嘛爱搁较团结，拄啊好一届，咱会当来利用即寡先进的科技，互老朋友搁一摆甲我相会。前总统李登辉已经过身满5年，国立台湾图书馆和李登辉基金会甲自测会做伙举办所谓李登辉特展，若是要透过科技呈现台湾民主化的历史，也要传达宝贵的民主精神。他所回答的内容是以李登辉总统过往的思想与资料为基础，推论他的选择与价值，而模拟出来的答案。这些答案或许能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也让我们思考如何因应这个时代的挑战。这个展览分做中红、对话、活托和合影4个展区，唔会使行入李登辉的厨房，买当和伊开讲，了解李登辉的人生故事和台湾民主的发展。前总统蔡英文佮特别和 AI 李登辉做伙翕相做纪念。李登辉基金会表示，大家唔会使用华语甲对话，讲日语买通。除了在语义上坚持 民主与台湾主体性的伦理框架外 ，AI 李登辉已经具备日语对话能力。自测会表示，展览的期限有2年，未来除了会参考民众意见来调整，嘛继续加强台语 AI 的开发，让 AI 李登辉嘛使用台语和民众对话。记者桂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